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最近咱台湾因为疫情较紧张，环岛医疗卡手的较无够。台北市市长郭文德就招募退休的医疗人员做伙来斗卡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就是募，招募的募。这个募就有讲求调集的意思，像讲招人来参加，咱叫做招募或者是募集。另外叫人捐钱叫做募款或者是募捐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募集，也就是招募代表对外来召集。第二个词读做募捐，也就是募款，嘛人讲是递延、递捐，也就是拜托人捐钱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防疫这段时间，大家田地甘水过冬，就有一寡公益团体可能希望有人来斗募款、斗相共来募捐。地方政府嘛募集医疗人才，大家做伙来渡过难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无提供予大家参考。